这个年轻的砂石车，会使讲总是一个理念当中，每一工货车所接触的总是咱之前的啦，拢饮酒，哦，对，都是哦，所以货车会使讲伫咧当中，理念嘛足深啦，但是货车会使讲，咱的心本来这个本来拢无离开各种代志。这个心，我是有交通，所以说咱这本书好势讲，咱本来总该是开这个课，要好势来学习，好势迄个时阵嘛足经历啦，但是好势迄个时阵，咱就一个感应到，讲这宝贵是上给你。所以有些都根本咱这本书无去用话我这个时阵搞好，咱就这个道场，到这个地方学习。所以好势，个一两个精神，因为时间我感觉一年一年过，时间咧过不高兴，所以一来相逢啦。所以好势感觉讲，那安尼好势对今仔开始，别来将来。将来各位见面大家还记，好势咱人人，我是咱人人班，我咱人人关系为了成全班，好势关系，办拢要这样，这是好势讲的讲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其实你一天无所事事很最过，你很专注也是在过。但是你如果无所事事，对上天没办法交代，或者谈话短说了，或者咱进了这个婚别，所以咱有道理说，就是婚别简简或者是感觉诚好，或者做爱一婚，但是咱。